自己打空氣啦，如果唔打氧氣咧，佢過一輪就死啦。咁呢基圍咧就因為有新鮮水湧入出咧，所以咧佢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嘅。咁每一年嘅4月到11月嘅時候咧，就當呢、初一15月圓嘅時候，咁當潮水退嘅時候咧，即係出邊低，裏面高嘅時候咧，咁佢哋就會喺凌晨時分，當啲蝦仔啊最活躍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準備準備收成㗎啦。準備收成嘅方法咧，就係佢首先將個網咧喺個閘口嗰度咧攔住先。咁跟住咧就等凌晨時分，等月圓啊初一15嘅時候咧，當啲蝦好活躍嘅時候咧，咁佢哋就準備見到潮退啦，咁佢哋就開閘。一開閘咧，喂，停得滯啲。咁佢哋開咧就會開即係頭嗰幾板嘅啫，未必開晒嘅。咁佢就會喺呢一度咧，就會收咗一啲蝦仔㗎啦。咁跟住咧就可以攞出去賣。執翻嚟先。頭先係基啦，係啦。咁呢啲係基圍魚啦，有啲基圍蝦喺度嘅。咁呢啲咧就叫基圍蝦。咁佢每一年咧都收好多次嘅，即係不停咁初一15啊，咁佢收一收就攞出去賣。咁跟住呢一個咧就變咗係自己能夠一個self-sustain 就自己能夠供養自己嘅一個系統咯，就唔需要自己去唔需要專登去俾錢去養。咁同埋咧，當每一年嘅年尾嘅時候咧，咁佢養咗都一段時間咧，咁佢就會放閘嘅，放咗啲水，清咗個塘。因為咧個魚佢養咗1年之後咧，都有好多糞便啊同埋污糟嘢喺裏面生長咗，咁所以佢就首先咧放晒啲水先。放完啲水之後咧，就會將個魚塘嘅水放晒，就等就開始曬個魚塘，等太陽曬乾佢。曬乾佢有幾個好處，第一就可以殺菌啦，跟住咧佢亦都會即係翻鬆啲泥土嘅。等下一次再放水入去嘅時候咧，就會多啲養分，啲泥就冇咁實。咁同埋當佢放咗個塘之後咧，咁仲有啲魚煲仔啊，或者啲其他嘢喺度嘅時候咧，咁啲候鳥咧就係嗰陣時過嚟香港過冬啦，咁佢就可以咧去到呢一度附近咧就食嗰啲即係魚煲仔啊咁樣。咁呢個咧就係成個嘅過程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就呢一個咁跟住到出年嘅1、2月嘅時候咧，咁佢哋又再等個潮水漲嘅時候，又再放水入去，又再引入一批新嘅。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好少人做㗎啦，因為咧個收成期慢啊。咁如果自己養喺個魚塘度養咧就快啲，自己餵飼料就會快啲。咁但係咧當然呢個就等於好似海魚同埋海蝦嘅。